特拉維夫係以色列復國後第一個用希伯來話嘅城市。1911年，一班猶太人先驅離開約帕，向北前行，將50個沙丘夷為平地，標記咗50個地塊，並開始建造象徵以色列復國後第一批房屋。邊個城市係第一個用希伯來話命名？而城市嘅規劃同埋設計係配合典型嘅地中海城市，又位於美麗民風開放嘅沿海城市而感到自豪呢？係特拉維夫，因為佢嘅外觀亦都被稱為白色城市。而家已發展為以色列國際商業中心，包括有好多國家嘅機構設立啦；文化中心，包括國家芭蕾舞團、交響樂團、劇院。特拉維夫長長白色嘅海岸線係世界上最美麗嘅海岸線之一，擁有白色柔軟嘅沙灘、溫暖嘅地中海同埋良好嘅天氣。特拉維夫喺希伯來話中含義係春天嘅小丘，特別用 Tel Aviv 呢個名，因為春天係萬物復甦嘅象徵，亦都象徵住猶太人喺大屠殺後嘅幸存者同埋其他從歐洲回歸嘅喺呢度開始佢哋嘅新嘅生活。以色列大多數嘅城市都係喺20世紀初期興起，所以特拉維夫係一個全新嘅城市，亦都係代表新嘅開始，讓回歸嘅猶太小朋友或者成人喺呢度發展學習佢哋猶太嘅文化，同埋學希伯來話嚟到溝通。先知以西結大約喺2500年前已預言以色列人將會重返佢哋嘅家園。喺艱難嘅巴比倫流亡嘅時候，先知已經預言佢喺37章嘅枯骨復甦嘅異象中描述，最終猶太人會返到呢片嘅土地。耶和華嘅手按在我身上，耶和華藉着佢嘅靈帶我出去，把我放在平原中，平原遍滿骸骨。他使我從骸骨嘅四圍經過，看啊，平原上面嘅骸骨甚多，看啊，極其枯乾。他對我說：人子啊，這些骸骨能活過來嗎？我說：主耶和華啊，你是知道的。他又對我說：你要向這些骸骨說預言，對他們說：枯乾嘅骸骨啊，要聽耶和華嘅話。主耶和華對這些骸骨如此說：看啊，我必使氣息進入你們裏面，你們就要活過來。我要給你們加上筋，長出肉，又給你們包上皮，使氣息進入你們裏面，你們就要活過來。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於是我遵命說預言，正說預言嘅時候，有聲響，看啊，有地震，骨與骨彼此連接。唔好讓預言嘅用語混淆你啊！先知睇到嘅係2000年前嘅猶太民族，而家復甦咗啦。而所有呢啲嘅政府、國家機構、商業、文化、金融、經濟、軍事，喺上個世紀中全部復活咗啦。而特拉維夫就係呢個重新偉大神蹟嘅美好象徵。多謝你嘅收睇。如果你想睇呢個視頻嘅完整版，或者想了解更多嘅信息，你可以點擊以下嘅網址。